那我们现在就以最热情的掌声以及最动人的尖叫声来欢迎我们这一位李展琪老师。中心新村基本地位吗？我们开车啊，然后到辗转大连跪下来哈，而且我看到你们各个生龙活虎啊，一个比一个哈，节目你看用哈，而且难得您对这个对文化文学的领域这么喜欢，这么的有兴趣哈，所以今天老师将我所学的，我这一生中比较重要的经验跟记忆跟各位讲一讲哈。那有多过什么东西？我们今天不谈太多无形理论哈。我记得我的那个题目给各位是怎么样？让各位出手一遍好吗？让怎么样？哎，对对对哦，这个气势不够分不起来哦。我们大一点好不好？怎么样？对对对，这样才够力哈。我想这个在各位同学哈，这一两天也听到了很多不同领域的老师跟你们讲各种包括不同文学啦，包括这个客家文化还有客家多养的教材哈。那我今天给各位来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哈，就是说我们如何让这个文学的梦分享哈，就是我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说文学的梦。它事实上，它需要借助一些外来的东西，才能让它分享起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古早、勘察，或者说中国以前那些传统的神话、传统的传奇、传统的传说，把它什么东西的这个题材，怎么转到啊？好，我们各位开始讲两个故事哈。我记得在那个中国那个早年的那个上古时代的那个古语里面有一篇叫《山海经》哈，它里面有一本叫什么“女娲补天”，看过没有？还有什么？我们用那个五颜六色的石头，对不对？对，感受五颜六色嘛，然后把天空那个缺陷的地方补上去，对不对？然后最后呢，把当初做出来的那个黑龙把它砍断那个桥，对不对？让这个洪水不再泛滥，让这个太阳不再造成很多的人，对不对？所以那就是这个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就是人生很渺小，弱身嘛，那你形态虽然很小，但是呢，人的意志可以超越自然，所以可以征服自然、控制自然、超越自然，就有这种力量，有没有？就是一个人的精神力超越自然的力量哦。这是我们第一个神话，大家都知道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以前听过没有？精卫填海听过没有？没有吗？就是以前在那个东海那边经常是洪水泛滥，或者一个田地的旅游有一天在海上游泳就被这个水淹没了，不过它很生气要暴怒，你知道吗？但是暴怒一只鸟，那个鸟叫做精卫鸟然后它要抱水，每天都要用那个嘴巴咬很多酒滴啊还有酒桃然后要把那个大海填平，事实上是不可能嘛对，这是早期我们先民，就是早期人类他们征服自然，超越着那种想象充满了呐喊的情怀，对不对？对，这是早期的神话故事。到后来呢，你们到那个汉朝跟明朝那时候有没有一些所谓的志怪小说，像那个所谓的西游记啊，听过没有？西游记还有那个风水典历，还有那个封神榜这都是一系列的传说进来的然后为什么呢？这些神话故事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读很少？我相信各位同学，尤其他们可能看那个安徒生童话啊，变成漂流记我看你们桌上很多童话故事都是国外的，对不对？事实上我们在中国都收入蛮多的，但是呢，一直到后来我们的孔子先生因为他主张就是以儒教为正统你看他说子不以
怪力乱神呐、他说你说神话那些都是怪力乱神，就开始自谈了哈。然后因此呢，我们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很多神话故事、很多传奇故事，但传到现在就几乎都是留给我们后代的那种养分故事都很少很少，对不对？那相对的，我们从那个中古原有传说到当今的我们原住民，台湾的很多那个原住民故事哦，都会写成一部很好的小说哦。你们昨天有没有听到那个李崇老师啊，给我们介绍那个少年罗马兰，还有望天秋，有没有？我从原住民神话故事里面把它演绎出来，把它从里面收集养分来重新这样创作哈。那因此呢，这个说神话故事还有民间文学，几乎上在文学创作上变成台湾作家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作的来源哦。包括你们台南县有一个作家吴兴荣，听过没有？有个医生叫吴兴荣，没听过哈？就是你们台南县其中一个医师，而且是个作家，他也是从很多地方的传奇，还有民间故事，把它成他的小说。所以在我们这个小说的领域里面，在生活的领域里面，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沿古到这个当今，都可以看到作者这样一个传播的素材过程哦。那今天就把重点放在就是说，台湾目前有很多传说故事哦，但是都是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保留比较多，因为他们有些比较开画面那么久，而且看画面那么深，所以他们在部落里面，在比较内山的部落里面比较容易保存他们文化的一个传奇跟文化的一个素材，也使人感动的算在里面哈。所以今天我们下面跟各位讲就是百步蛇的故事，你们想听吗？有没有看过百步蛇？长得什么样子你知道吗？形容一下好不好？头像之前嘴巴笑笑有没有？那个百步蛇短短的哈，然后那个传说中它发出说会发出声音，对不对？事实上呢，我们根据很多动物学上的研究，百步蛇它生气的时候它不会发出声音，它只是说那个鼻子翘起来哦，歪歪的，有点像在吹笛一样哦。所以呢，在我们台湾原住民部落里面哦，在南部地区有两个族群是很喜欢穿那个专管皮衣哈，皮衣哈，你知道吗？如果来跟台湾听过没有？皮衣你们知道吗？皮衣就是用双管嘛哈，然后他们可以动它。当你们吹皮是用鼻孔的气，这个气身体上贯穿的流动的气息的话，就是一个灵魂存在的地方。因此呢，他们以前那个皮呢，吹皮的话，就代表一个人就即将死、即将往生。因为皮的那种感觉就是灵魂的那种流动的感觉。所以呢，通常部落里面有人往生有常气体哦，通常他们都会吹皮。所以他们这个皮是相当哀怨的，相当忧伤的一种表现哦。那以前在那个我们南部哦，在那个雾台乡去过没有？有没有去过？其中雾台乡有没有在山地部落里面哈？他们就是有一个老先生叫蒋东先生，就蛮喜欢吹哦。那皮他们吹的声音就是如泣如诉，蛮哀怨的哦。因为按西来吹皮然后他们高往吹高一点，听过不？有没有听过果呢？吹果呢？那声音像马在叫一样嘛，那声音很优美，而且很尖锐哦。听说在我们南部他们那个雾台乡那里，他们很多时候吹皮的时候，这些很多教训。然后皮在他们的当地感觉就是说，有点像百步蛇那种吹皮的样子，但是事实上它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那在五百部落里面，以前听说一条大的百步蛇，它每人都还在一株郊外的那个部落里面的一株树上面，然后他每人都那个祭祀就是他们的无衣无食，带他们到那边去祭拜朝拜他。然后有一天呢，百步蛇突然不见了，他们部落长就说：为什么
失望就离开了哦。那在我们那个，你们有没有去过高雄那个万山那个多纳那个湖前那边？有没有去过？在万山那边哦，那边有一个就是高原地区的原地叫做巴冷公主的故事，听到没有？它很安逸的，就是说在那个高雄那个万山那个地方哦，就是在那个达鲁马里那附近，就是现在大水湖啊，听过没有？它是高原地区一个源头，在很高山有一片很洁净很干净的水在那边哦，对呀哦，在那边。它以前部落里面一个公主叫巴冷公主，就是卢凯的那个女孩子哦，早年在他们过年间，他说在巴黎的时候跟一个男子恋爱啊，然后他结婚啊，后来在他眼中，在他公主说看那个少年是个人的样子，不是他现在看他的那位长得看起来像不是人，是叫百夫蛇哦，所以他们家都反对。但是那位少年哦，就是那位百夫蛇，就是跟他一没有拜托，后来他被感受，后来做很多泰国陶碗啊，还有他们的一些串珠啊，就是一些装饰品，然后送到他们家去，然后送给感受的那个衣服，让他们结婚。那你在那发展高的就交代他们，然后到那个大水湖那边嘛，怎么结婚就是两个人就跳上水中去，慢慢的沉下去。那以后的话，就说这个大水湖里面，它附近的那些他们的部落里面，他们把那个很多的野兽，很多的山羌啊、山羊、山猪之类的，把它很多。但是因为这个公主在违背他们的邻居跟同仁哦，那听说以后现在就他们是我们这个孩子他们发射的那个百夫蛇哦，部落都爬回部落里面去找东西吃哦，这是巴冷公主的故事。因此呢，在我们这个部落里面，他们对百夫蛇就很崇拜，也蛮喜欢。他们几乎看过那个改回答老望吗？他们都百夫蛇有没有？做到百夫蛇的在上面有没有？他们像我们各位看到的片，看到他们衣服里面都有刺绣上的百夫蛇花样在上面哦。因为这个族群他们被保守很深进，而且他们相信他们族群是百夫蛇所生的哦。因此哦，我告诉各位同学说，像这样原住民的故事里面，我们都可以去了解它，或者是你去他们去玩的话，到山地门啊，或到那个多拉部落什么去玩的时候，就可以顺便去访问他们哦，然后记起来以后可以协助你们的少年小说、少年文学，这是很好的素材哈。就是在那个百夫蛇的故事里面，是从神话的传上过来是这么转换哈。还有不是台湾原住民都喜欢百夫蛇，像我们中部哈，在南投县西像那个布隆族，你看过没有？人家长得粗壮到矮黑黑的，眼睛大大的哈，布隆族，他们就很讨厌百夫蛇。像他们部落在那个双龙部落里面哈，他们在部落里面用很多雕很多百夫蛇，他们传说就是百夫蛇哈，并不是那么可爱啊，然后百夫蛇以前哦，然后有一条百夫蛇的时候，已经千年百夫蛇，脸上都长了一斑哦，而且就长胡须哈，就是很可爱。然后每次他们部落只要去山上打猎的时候，他们说：“哎，我能不能跟你们去呀？”我说：“好啊，来，我打猎到就我跟你们去山上打猎没有关系，可是我那些蛇是蛇女，就是我生孩子的话，你要帮我照顾好，我不要说他们没东西吃啊，护蛇都生病了，好，那你放心，你可以跟你们部落去打猎哦，就他那个千年百夫蛇就跟部落人到山上去打猎哦，就去打，就3-4天才回来，不然的被部落人讲，我的孩子在哪里呀？带着我来看看，你们不要帮我照顾吗？结果他们你知道吗？他那个千年百夫蛇上山之后哦，念那个小蛇哦，很不顾虑，你知道吗？动来动去，一下子把它翘起，一下子给我翘起，到处乱跑。然后他部落族哦，他们那个部落人原住民为了怕他乱跑，所以就把他绑起来，绑在底下。结果没想到绑了3天多了，把他绑开了，你知道吗？就过来一看，哇！然
东西跳跳，一只只像那个蚯蚓一样都倒在那边都不动，那怎么办呢？那个欠保护者一看那边啊不错，我跟你们上山，你们答应我要替我好善待我的儿子，我同意。没想到我一回到家，偷偷鼠跳跳，对，你们太不信任我，看我这一声一声就发了大嘴巴，发了血跟大口，就把前村的部落都吃掉，只剩一个。所以他们祖先里面对保护者是又惊啊又怕，他们讲杀鸡太喜欢就是我们中国那个部落族他们对保护者的一个态度跟一个心理的感觉是这样哦。那我刚才跟各位讲的大部分，我们高雄、屏东的那个卢凯跟台湾族，他们就很喜欢保护者哦。不但他们所用那个陶瓮里面用保护者，他们穿的衣服，他们戴的帽子，他们的那个书板路上面保护者雕刻，上面都很多保护者的图样在上面哦。他们就说觉得说，我们不太喜欢保护者，而且他们更相信哦，他的祖先哦，就是我的祖先是保护所生的，因为祖先是保护所生的，所以说你们而且有注意看到这个像南台湾那个卢凯跟台湾他们的一些图雕刻啊，都经常有保护者的那种形貌出现哦，因为他们蛮喜欢保护者，他们相信我的祖先是来自保护者哦。这个你讲的蛮冷的哦，太快了怎么样啊？听得懂我要讲什么吗？我跟各位讲就是说，文学我们今天是文学少年期文学它并不一定是出在课本上不是用读过来的不必，你可以从很多的陈小谈到，就是你叭都带你去做一些丰富旅游到那里去，你们就可以做很多的观察，做很多的记录所以这个从那个文学传统的小说、传奇、神话传承写作题材，这是一个方法之一。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们可以从你们最近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你们现在就是说课位很重，会不会很重？会不会很重？不会很重吗？我看就是说功课做不完我经常叫爸妈做功课一下这个调查那个调查那也许各位孩子比较聪明跟各位讲，同学比较聪明，课位有点重，但是你们回去的话，你们要写作，你们很多时间写作，有吗？没有那看文学的那个相关的那个书本好不好？有没有时间看？有吗？那你们通常都看哪些？要学哪些文学？童话的，少年小说对。那我是跟各位朋友讲，就是说，除了你从课本上去阅读文学的一些经验跟体验之外，最重要的，你也可以从现实的生活里面去寻找文学的题材。就刚才我谈到，就是从神话里面，从民间故事里面，再重要就是说，你可以从你阿公阿嬷的故事里面去写你们家庭的文学，知道吗？你们在这边阿公阿嬷在跟你讲过故事，有他年轻的时候去哪里有很多经验，就是说阿公阿祖或者更早之前，他到在日本时代可以派到南洋去当兵到那个菲律宾干嘛里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没有听过？阿祖阿嬷好像更早之前有没有？他会跟你讲一些他的故事，有没有？那你就可以跟他一起写。或者说你可以回去问他们我们姓林的，我们姓李的，你从哪边过来的我们祖先从哪边过来的或者说在50年前在40年前，我们家是地公所，或者说我们家是用砖墙盖的，现在一般人小家里都盖那个钢筋水泥的对不对？那你们就了解一下，在50年前你阿公你阿嬷或者更早之前。他们祖先的出路是什么样的？用口告纸，或者说用那个电工虫，就是这种茶的意思，你可以了解你们家庭世代变化，可以跟阿公阿嬷，或者有更老的那个长辈跟他做一些口述历史，跟他们做一些记录。因为这些记录就是你们家庭就是家族史跟家庭历史里面蛮重要的一个记录。有时候或者计划你可以
那介绍我这个家族，你可以在网络上介绍你这个家族怎么样，你可以把它打到那个网络上来，或者在你的在那个书稿里面，你可以建立你们家族的档案，然后也许你可以把家庭长辈上父念阿公，或者你家有幸有福气的阿公，还有阿祖，有没有？有没有阿祖啊？有没有？对啊，阿祖、阿公、阿妈他们的一些生活经验、生命的体验，你可以把他们有重要的、有趣的，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就可以了解一个这个家庭、这个家族的变迁。比如说从一举生活起，然后两座缸他以前都没有瓦斯桶，所有东西烧灯砍柴你会了解他们生命的历史。我想这个是你最容易做到的一个写作的题材网就是回归到一个所谓的村里、社区，还有这些长辈邻居，他们可以告诉你很多的形形色色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搞不好是奇幻的，搞不好是真的你会做一个生命的记录。因为我常常觉得就是说，写作你们现在在讲说，人家叫你写文章说老师我没灵感我现在有没有讲说我没灵感？有没有？你有没有写？有没有谈过说我们写作时候没有灵感？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事实上，灵感口不是凭坐到那边，灵感就会跑来找你灵感也是需要经过不断的阅读、不断的那种所有的生命的体验，你才会有灵感所以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如何从你的你父母亲会不会叫你带你们到那个白湖莲花季，你们去过？对或者说那个西雅雅，然后台南东山那边那个平埔族西雅雅的那个祭典千田左标有些祭典你们去看过？在那个台南东山你们去看过？或者说麻豆家里你们去看过？像这很多祭典里面，父母亲有带你去的话，你去赏花相机也没有关系带个赏花相机有没有？去拍一些照片。然后去的话，他们活动现在都有一些所谓的，像你们这个办活动，做很多的所谓的部分资料，你们可以收集一下然后呢，你在现场再有些什么访问的，可以拍一些照片，然后呢带回来，然后拿一些资料，再访问他，你们这个为什么要这么跳舞为什么这么歌唱？为什么都拜祖先都拜橄榄橄榄果的南部西亚拜那个橄榄林，看到没有？酒柑就是龟柑，有没有花瓶？你们在拜那个，就是他们相信他们祖先阿力灵魂都会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你们首先给他了解一下自我简单的基础，然后呢，是不是反正一清楚对吧？你就是会拍一张照片也没有关系拍一拍，然后拿现场资料回来再写一下资料，然后就变成一篇研讨文章你就在旅游上就原来我去哪里看到什么，或者说你们去那个买朵莲花季有没有？你们了解一下，在中国里面这个播送那个荷花对人有多少？有什么数据你可以上网找就找到了然后就可以看看别人怎么描写莲花在中国文学世界里面，它有什么它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美感或者说你可以找彰化县的一些书因为他以前画国花，彰化县的国花，因为早人在日本画的那些所谓的金色的国花用那个金纸那个绸缎画的国花，可不可以上网抓一些相关的东西，就可以写一篇国花的一些报道，或是对国花美感的一个体验的报道，就是一个从一个旅游中、旅行中去找题材的一个进步方法。有没有这个经验？有没有这个经验？没有吗？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呢，我提供你们这个经验，以后你们出去，不管是1天2天的教育，或是妈妈带你们出去哪里玩，最好是随身带个相机，那不是光公开的裸照你看当地的有些古迹有些很典雅的庙宇或者说很漂亮的一些国花什么之类的，你就拍下来，然后回来你们就把它记录一下。这个国花是2003年10月几号我到哪个地方去玩，然后当地很多人，然后很多人怎么样，你就把当年的记录写下来。将来呢，你们可以有朝一日你们都回来看这个记录，这样一个
这个生活的经验，你就可以很快的就可以转化成一篇很好的文章。好，这是你们寻找才能一篇好的方法。从理由中你也可以寻找你要去做的。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因为现在电脑方面，你们都上网嘛，对不对？很简单，你们又这样可以把你们所看过、所读到的美好的去通通把它摘录下来，不要怕说摘越多越好，像有的人他很喜欢写稿，那他就每看一本书，他就把里面的精华、精彩的对话、他的主题内容多少写个轮廓感，然后如果他想看这本书的时候，他哪里照一看，哦，原来就是这样，他很容易去回入到那种小说里面的情境，他就很容易回到那种情境里面，就很容易去感受到里面的那种人物的描写啊、对话的精彩什么的，很容易去进入这个状况啊。因此呢，我从现在开始啊，就是说鼓励各位同学哈，你们每看完一本书，不要里面好的记录，不要怕作品弄脏弄乱哈，用铅笔把它画下来，回去呢就提口用拿到电脑上面去把好的记录记下来。我相信你们这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样连下来，就不会了啊，就是说的好的记录，然后我们就可以慢慢去其他去那个优势这个意思，将来你就有很丰富的表达能力。我记得英国那个大作家毛姆，你听过没？你们听过没有？毛姆，他是很有名的大作家，英国写短篇小说的，写幽默而且也畅销。毛姆在他的写作回录里面曾经讲过一则他的写作故事这里面可以记起来就是说，毛姆说我以前觉得自己写作能力还蛮差的然后文字好像我要写很好的感觉，然后偏偏这个我的笔都不听使唤就每次写出来好像就是觉得不太能尽情的表达。后来他就到大英博物馆里面苦读3年，干嘛呢？他把各种天然、天文、地理、杂志、人文、历史、哲学通通去看，然后把好的句子、好的故事、好的情节、好的对话，通通把它记下来。结果上来之后，你知道他记多少个字吗？最少500万字。他说，结果这500万字的那个一天到晚你去背它、去看它，结果他说他的语文的表达力就很强，他没想到什么事情，没看到什么东西，他就马上能够意到笔头，喜欢写他就觉得基本上在讲很痛快这是笔墨淋漓，就是这个痛快之处又快速，而且又像行云流水一样。就因为呢，他在大英博物馆被苦读3年，他储存了很多的优美的句子，因为本来文字的使用本来就是需要经过不断的累积、不断的沉淀，等于说从一句、一段、一篇、一本，你知道不断累积，同学只要有很丰富的语词表达能力，有很丰富的所谓的这种文字的一个修养的话，我相信是阿北的，我相信你们的那个写文章就不会特别的流畅，你们就不会说写文章好像我要靠灵感，不要靠灵感，你只要靠你让我们很丰富的那种语词表达能力，你就过了，你就足有，就这就可以中。而且我呢常感慨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整个台湾的这个所谓的人文教育跟艺术教育都对的有点落包括很多大学那个所谓文学系跟美术系什么，他们的对那种美的鉴赏，我觉得说还不是很错误发挥。那我在这边跟各位同学做一些经验的交流，就是我记得我可能在你们这个年纪你们现在有国一吗？有个国2，我在国中2年级，就现在以前我们叫初中初2的时候，我那时候看一本很轰动的一本文学著作，叫《李冰著传》，听过没有？可能都没听过有没有听过？就是谢定宇教授，他已经在90多岁往生了他以前是台北师大国文系的系主任，他的《李冰著传》是那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40年代轰动国内外他是一个大陆一个女兵就是参加中央军校，然后做女兵，然后
要过力打仗，然后把那些都写下来，叫礼兵日记哦。这位名满天下的作家说，我记得我国中2年级哈，我看他的书作，我很感动。感动的话怎么办呢？我就写东西给他说，哎呦什么什么教授啊，什么作家哦，我看你的书怎么样子，我就把心头写下来寄给他。后来他看到我这个信就马上回啊，因为他那时候年纪大了，眼睛有灰纹，眼睛有毛病，他一个正常看2个字写书上面会痛。就是他虽然眼睛不舒服，但是他还是拿起笔，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电脑，用那个钢笔一笔画上写一写，然后寄给说李小艺啊什么什么，你写的信我收到啊，你文笔不错啊，你很好，就当然都鼓励一块的啊。后来我就开始写稿，他们讲说，如果你写的稿觉得还不错的话，你通常寄给我，在我这帮你修改啊。我想一个大作家，又一个大学的系主任，国文系的，那我这个小毛头，我写文章怎么？因为我告我哈，所以我就不太敢。后来他说你寄给我没有关系啊，后来我就寄给他，他就帮我改，然后改就寄完给我，叫我重新修改一下，然后他就帮我投稿转给一些报纸发表。我记得那时候什么《青年战士报》，还有他自己，因为他是国教徒，他又给我转寄到什么10行杂志发表，然后就搞了100-200。在我们那个年代，处理那个200块算解不算少的钱哈。他有赶快寄过来，我就很高兴。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写作，为了钱哈，开始写作。然后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这位女大作家谢玉教授，她给我很大的鼓励。不过因为我是小毛头，国中2年级的学生哈，她是很认真的鼓励我，大力的提拔我。虽然我很惭愧，我在文学上是没有什么成就，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就是我在这种人生50多年的岁月里面哦，我总算一直没有放下文学事，断续续啊。就算我在最艰苦的时候，那时候在金门，那时候共匪跟台湾那时候哈还蛮紧张的。我那时候6级的基本上都睡得更早，晚上不能点电灯怎么办？都点蜡烛，我还是抱着钢盔啊，在那边写稿。再艰苦，我还是在那边写稿。也就是说，文学的火花一直没有在我身上熄灭过。哦，结果我现在是，你们猜我超过几岁？52岁啊！哇！感谢你们安慰哦。保养有本身有事。岁数上是51岁，但是他民间就叫52岁哈。那我像我50多年的岁月，我一直没有放下饼干哦，是因为这位大作家也有当初也有这么大的鼓励，让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让文学之火在我身上的熄灭啊，会蛮花语的对吧哈？所以我现在告诉各位同学说，这是一个生命的经验，就是说。这2天、这2-3天，因为会有很多不同领域的老师会上课，对不对？他们可能都会留下电话，如果你们有学上的问题，请你们不要客气跟他联络，或者说将来有机会，我们就可以给你网址，直接用电脑来联络都没有关系哈，来发面来联络都没有关系。如果有兴趣，从等一下下课回去就看，有机会就找时间哈，看一些文学方面的书哈，而且我在这里特别澄清哈。不要以为我们写文章就一定要看文学的书哈，事实上在我们那个所谓的天文地理啊，或是很多生态啊、各方面的书都要去看，绝对不能说因为我要写少年小说，我只看少年小说，或者说我今天写散文，我只看基本上这样是不够的哦。因为文章好看，又要精彩，要多样性，必须就是说，你等一下人家说，写花我会写啊，写我们这个所谓镇文水库我们会写啊，写我们乌山头，像你们有没有去乌山头？对啊，乌山头就会很感人的故事在上面，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台湾历史嘛，我给你们讲，乌山头上面有看到一个日本的铜像，对啊，它叫什么名字？对。
们台南市江南店那个江南大剧是不是他做的？对。你知道他怎么做吗？因为我研究过他哦。他在那个日本统治台湾期间的时候，那时候总督那时候叫中东很穷，那么急啊。就你看你们台南市的江南店，因为像那个台南县的麻豆啊，家里都盐酥鸡蛋，你知道吗？那么甜哦，一甲甜卖不到5000块的台币，为什么？那个里面都是盐田啊，不毛之地啊，进上面进了，然后给我往前的所在啊，你知道吗？他呢？就是很辛苦，跟总督说，要求就是说1次2次上工，总督说，请拨款给我，我要来建乌兰水库，我要建这个江南大郡，我来灌溉整个江南平原，他都是没钱，所以我的八田先生啊，我的八田先生就没钱，到日本去募款，他说到日本去募集很多的那个钱，然后带到台湾来做我们那个乌山头水库，所以在日本时代，台湾留下铜像，唯一的铜像就是我们乌山头水库八田先生的铜像，还跟他一关总跟他太太千代树站在一起。那我们这个八田先在建这个江南大殿的时候，后来太平洋战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OK， 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结果他就被征召回菲律宾作战，你知道吗？安由杰准他坐那个船回那个去那个马尼拉菲律宾那边，就那个船被龙金炸沉，就炸掉了那怎么办呢？那尸体就漂到海上，就一个之后被一个鱼捞到时候身体只剩一半刚刚没有一样，都变短一样这样身体只剩一半，就他们捞起就从口袋里面抓出，就是上面有一片写8田李先生的，就是他的身体。后来把他搬走，有部分是葬到了乌山的水库，有部分葬在日本的那个录像里面那部分葬在这边。他说他太太他生8个孩子，在那个日本在8个孩子养不容易然后他就说，我先生一辈子为了你们乌山的水库跟江南平原的贡献这么多，为了长盼青山绿水，就是他太太。他那个8田的夫人把那个孩子打成小之后，然后就去跳水自杀。他知道这怎么办呢？因为你知道日本人是穿国服，对不对？国服你看过没有？是不是哐哐松松的？他如果到水里面怎么办？会被水冲死，会肾水跑出来，对不对？因为裸体难看不雅。所以我们这个8田夫人，他会把那个里面那个穿很多睡衣，把身体包，加上薄袜上，你知道吗？把身体包起来之后再穿国服。跳乌山头水库自杀，结果有时候人家都不晓得，后来怎么拉，后来就是把水放出去，原来在水闸门的那边被勾紧在那边，然后才把它捞起来。所以夫妻的父母的衣冠冢都葬在了我们乌山头水库。所以你们有空到乌山头去参观风景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对那个铜像跟我说那当年印收那些建造所谓的乌山头水库的一些器材都从那个老会场那个老虎车那边印上来，你就可以看一些照片。到那个他们管理处那边，你就写8田李先生对江南平原的贡献，就可以写这个故事，也给你们发挥我就说。器材不是很难找，至少在你们周边都可以上来，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很多故事在里面，你们都会去寻找。因为我们看到他铜像但是因为这样，我们台湾目前还保留他的铜像，所以日本对台湾做了很多伤害，但是像我们8田先生对我们江南片有很多的贡献，你知道吗？他8田的那个江南大片完成之后因为他用那个淡水来冲刷那些海水，所以说让很多那个不毛之地从此盐田从此变成可耕地。一甲地本来是几万块没人要，对不对？后来变成口味之后变成几百万，换人家不卖了就改善他们沿海地西南边境就沿海地带的那个渔村的生活，像嘉义、麻豆。改善了蛮多的，气质对他们生活改善蛮多这个日本这个8田李先生所以我就讲，就是说从这些故事跟各位讲，就是说，他虽然是个听起来像
像一种历史的一个回顾的，但是历史有时候跟文学是不分开的，有时候以前是文学是很难分家的哦。就像你们老师有在课堂上跟你们谈过那个司马迁写的那个《史记》。有哈，实际上在历史界中，它是很大的、很近的一本历史的著作哈。所以在我们文学界里面，我们也觉得这个《史记》，这个司马迁的《史记》，它是蛮大的一本文学的著作。它里面写游侠列传，写很多的民间的那个故事，也写得很感人哈。所以我在跟各位同学讲，就说要写作，或者说要培养对语言的鉴赏能力，一定要多看书，广泛的阅读，不是说因为我喜欢文学，我就看文学就几本就可以了。你可以看看一些美术的一些介绍啊，或者是国学啊，你都会去看。如果你看得懂，你就会去看。而且现在这个上网蛮方便，有时候你可以到网上去找一些网络资讯去做一些题材的一个归纳就是一个。要步上文学之路的话，很重要一个点就是你必须让自己存淀很多文学的那个词句，还有多样性的一个文学的题材在你内心，你这种从你内在的生命里面，你就可以去做一个写作的一个起点，这是很重要一点就储存丰富的语词的表达能力，这个很重要就刚才我举那个毛姆的那个经验给各位做参考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时间还多少？那我们在同学之间我们目前就是除了课本之外，你们回去看一些文学方面的书嘛，对不对？那我想这个昨天应该我们李彤先生跟各位提到，就是说他的那个少年罗马兰，我刚才是从一个北部罗马兰族，你听过吗？在宜兰那边罗马兰就是我们平埔族的一个族群之一那既然谈到罗马兰，我想我必须跟各位讲说，在我们这土地上，除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些原住民3亿那个以前3包大家知道我们陆海台湾的泰雅，你们都听过吗那连平埔族你们听过吗？有多少平埔族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知道几种？台湾有多少平埔族？你们知道吗？11个。什么？就是西赖王乙吗？11族。罗马兰。3，还有呢？道卡斯。好了，我们不要参比我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从北部、中部、南部到西部呢，绕一个圈现在曾经有过，现在还有一些他们族群活动的那个我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北部里面，北部就从那个以前基隆的那个八国族，还有跟那个三角角三峡那边，还有就是那个在万里石门乡附近，还有灌渡他们叫凯拉格兰族，对，我们讲凯拉格兰就是中东前面凯拉格兰大兰、平安大兰，听过吗实际上北部不止看凯拉格兰，真正来讲还有那个里朗社跟巴塞跟巴塞族跟里朗社是从那个新内西到那个秀朗桥的镇的河岸旁边都是住的那个里朗社它是有里朗社，还有那个马赛族，我们叫巴塞巴塞族，还有就是那个凯拉格兰，3个族群形成一个3个亚族形成一个族群然后我们桃竹苗就是豆嘎大马斯那我在10多年前知道那个他们的最大的集散地就是在霍龙，听过没有？南宁县霍龙他们有那个大马斯的那个很多居民在那边，他们很多祭典还是很多都还会讲他们传统的语言就在桃竹苗叫大马斯就是偏族的一个族群的名字然后到中部更多，到台中后面那边像马界、八仔海、好不啦、毛萨、痛雅、好曼雅，有4个族群。那
那所有族群里面，有些在道光3年的时候，很多人因为他们知道埔里是个很繁华的一个什么，很肥沃、很多土地可以开垦的一个地区，所以他们在道光3年通通呢移居到那个埔里去。那像我讲的巴山海、八戒，还有那个陶布拉、我妈俩，他们就开始进入那边。然后我们这个台湾刚才讲的4个族群，这个7大族群，那这个我们的那个台湾县是什么族群？知道吗？西拉雅在东山，在那个麻豆家里他们叫东山叫做吉贝爪，还有叫做这个家里麻豆人叫北土养他们以前都是平埔族的。然后再下去是哪里呢？就是我们屏东县的那个马卡道事实上它跟西雅是同一个族群，马卡道在屏东马卡道族群。然后在宜兰呢，什么族你知道吗？格马兰就是我们昨天跟李总老师讲少林格马兰，就是格马兰族所以有这么多族群。那因为他们这些族群，因为在清朝时候他们清朝都加了叫熟番，然后熟番跟我们现在原住民他们叫生番。那你们先同学那个奇怪，那我这边写过来叫熟番，是我们地瓜面煮熟的那个熟番你们知道什么叫熟番，什么生番？有没有知道？对，在清朝那边，那个平地的平埔族、平地的原住民，他们因为接触汉文化较比较早，叫做熟番，他们比较早。然后呢，当今我们部落里面原住民像卢凯、台湾部落、泰雅，他们就因为他们比较晚，他们叫生番就在这个清朝就这么规定，但是当今因为之前讲要换是很伤感情的所以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原住民我们都说原住民在改原住民。所以在我们台湾的那个部落里面是有这么多族群分裂，但是你们知道那个在平埔族里面，他们很多都想希望能够政府能够成为他们政府，但是很难，因为他们系统因为看到太久经了，因为太混了太久，很难去从比较科技的方法去了解他们是什么族群因此呢，这个平埔族的那个汉化的那个虽然那么深，但是政府现在只认什么族？去年格马兰少族。格马兰在他们语言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在那个格马兰的语言，这格马兰上面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它表示在边地和平原，所以我们就格马兰对，那像我们的李总老师，他就从上一格马兰，从后面就从很多，所以因为他住在宜兰是我们格马兰族的原乡，因为宜兰现在都是山河那个地方有很多族人在那边，他们就种橄榄，你们听过没有？橄榄是他们祖先的树木，他们以前种橄榄就像我们竹花做少族的都会谈，你们去过没有？竹花做的少族，他们先种什么嘎当茄冬树是他们的祖先树对他们说把嘎当树也是我们祖先的象征。然后格马兰他们一般来讲都喜欢种那个橄榄树、橄榄你们吃过没有？如果没有这个树家想的是真的橄榄橄榄，就是橄榄那因为你像说我们李总老师他的这种少年的小说的经验里面，他经常从我们台湾的原住民的那个传说故事里面去把他的故事转化成他的少年小说，这是一个比较快的，不用编很多故事，对，然后加上想象，加上原来的故事，就可以营造出很曲折迷离、很耐人寻味的一个少年小说所以将来如果同学有意愿走文学路，或者说想尝试做一些创作的话，你们可以从原住民高山族跟平埔族他们很多传说故事里面去寻找你们的题材跟小说的背景故事，来作为你们创作的一个这个很重要这个因
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国内，我觉得一般的那个艺术家跟人文家是蛮失败的，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我觉得在人文教育上是有点问题。那很感动，就是我们新闻中心不会是南部地区这个是顶端化的学校他们我们学校就他汇集很多心血，他跟教育部正经经过来办这个大的一点，就是希望透过文学的教育，让我们的青年朋友就是能够找到一些对生命中安身立命的更好，就是喜欢文学、喜欢艺术，透过这种所谓的文化的教育，让你们的痛苦能够净化，让你们的人生的国际能够打开，让你们眼界，让你们的视野能够广阔，一个人能够心里能够很开阔，能够敞开心的，能够眼睛就是一种辽阔，像那个天上的像海边的那个落雾一样，一片片的那种很苍茫、很雄壮的一片景色的话，我相信你就会热爱生活，你们就不会一点小挫折、小小的生活上的琢磨、生活上的不易，你们就会想不开啊。包括你们现在那个大报纸，作为一个高中生或者一个大学生，那个上长青的对，为了做主管干，他对生命都很珍惜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希望他能做这样的当然，可能我们对生命的那种，对生命的那种，让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我觉得多是更重要。你想妈妈这么辛苦，对，那人生的路这么漫长的人生，如果说像海浪冲击一样的一波一波的冲上去，然后马上爆为这种为流涨，如果让海岸一波波的由血岸归于平静，对，把人生差不多一种这个海岸跟那个岩石的撞击一样，对，虽然撞击收放很多的那个波浪，但是很快就恢复平静。实际上，人生的路上是需要把这个海岸的那个冲击岩石上的情景啊，那个精神啊，转化我们对生命的一个面对的方法，就是当我们有挫折，当我们人生不愉的时候，当我们看书不语的时候，我们无法看看在大自然宇宙现在里面看，那个超越巨量，对，后来都会平静对，就让你长你生命的度，相信人世间没有什么可以更错，对，所以我想，爱情生活，我想就是爱情文学，喜欢文学，爱情生活就是一个人生蛮好的一个出发点，因为让人生一个很丰盛的开始。我知道在座所有同学不管是来自于学校的学校的课本的压力，或者说家里父母亲的祈祷，对你的期待都蛮沉重的就是如果说能够从文学、从艺术、从很多你的感觉里面去化解，是一个当时我们内在的世界的一个思考的那种当的一个境界的话，我相信很多痛苦到你身上来都不是心理障碍，也不足以让你的人生显得就是所谓的显得这个所谓的有很多的剥夺显得，所以让你人生好像就是说更多都是泄气，就是这样因此我想从文学得到这个世界里面可以充分的开发，充分的就是说谁在世界上所有的事物根本不是那么可怕的，对，像那个我记得以前说在讲一句是说万事到头皆是梦，修修平平好好的就是说人生世上很多不需要看一看。那我想文学跟艺术它是很足以让我们把很多痛苦转化成一些生活的一个小小的波浪而已希望我们谢谢那这个
下我们准备一些板凳，我想让各位同学看看一些平静离开，看看一些所谓的外在世界的一些景象等。大家很有趣要帮我看这样的比较熟悉的图展不知道是我不会讲的，还是作为一些这个我翻脑不太好看，不好意思，精进精神会吗？好，加油你们几天了？6天真的，那真的是强打精神对，很辛苦没关系。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说，文学班教练很轻松的面对我觉得就是说，你不需要把很多的都记下来你只要记得其中某部分就可以了。就是说，今天我要讲的主题，第一个是什么？如果把神话传说别的故事转化为你谱写的素材，对不对？那你们听我觉得这一段有没有需要再加强？对的那再来就是，如果从故乡，如果从乡土、社区，还有家庭里面去寻找许多题材，这个你们应该有点概念了吧？就是刚才我谈到，就是说，你可以从虽然在家里没事的话，可以父母亲可以请父母谈谈他们你们家里成长过去的成长经验，就是说，包括我们家里过去做什么生意也许看大家会给导灰或是给臭老虎或者说卖一些什么小吃或是卖一些杂货店这种方法，看他们怎么做生意的，看以前的环境怎么样，你都可以做一个不同时代的一个生活经验的书写描述，你都可以记下来。因为这些东西虽然不一定能够马上成为你心中的记载，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你们家里面蛮宝贵的东西。因为对家族历史有些毕业，不是说你是很有名，但是他很有一定对这个应该有一定影响力，或者说一般来讲他们不会关心你家族的变迁的历史，对，那唯有你自己可以尝试的为你的父母亲、为你的祖母他们一些人生打拼的经验，人生比较有可贵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感觉，可以把它记录下来，把它记录下来，不一定花，但是又可以用电脑打一打，然后影印下来，装进纸我相信把你作为礼物，看你爸回来公司，或者说你拿来看看，你很高兴，我这公司那个在搞还有那个讲的故事他进来可以把它记下来，而且可以怎么是文字档，然后呢装订成册，这样可以给你家人、给你们的长辈当做一种纪念，或者你就可以当做一种深度的礼物他们也高兴，可能这比你买那个什么超大型的蛋糕都会好得多那第三点就是你们将来怎么去储存你们的丰富的文字的表达能力，你们知道吗？你们还记得吗？你们怎么去选择去储存你们这个丰富的一个文字表达能力？对，像我一样像我你们每天如果给他现场发你看，打开一看哪本书里面就说邱乙的山东古礼文化古礼山东笔记，你看它里面有多少句子都记下来。后来我看，果然有些好句子我就有看了，就是说邱乙讲一句话，我就觉得很有名。他说失败是怎么样？有成功时候的优雅。失败的时候要有成功时候的优雅。我失败，但是我还是很优雅，我还是其中得也，这个就叫加入报告，还是很优雅。当成功的时候呢，要有失败的自己。有些成功是不忘了他是谁或者当他有些，比如说我们从很多政坛人物，就是说，当他站上高位的时候，他是对这个不能忘我，因为他不晓得他是站在哪里所以在他露脸的时候，他真的是人前出马戏光，就吵那还是能够生活可以没办法多就可以变糖果不能打被某个没敢关然后上羡慕那个开票到最后一刻公婆假先就不能被他关对人生很现实，同样的我就觉得的确那句话对的。
那这个不错。他说，那个是跟我说有失败的疫情然后呢，失败之后他保出成功之后虽然失败，但我还蛮对的所以像这句话我就听蛮不错的，就是我从我女儿的他那个电脑上面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不断的把人家优美的去，把人家精彩的对话，把人家变那种所谓的好的结果，你就可以用电脑把它录制下来。有时候人家没空去看原来那个书本的话，你先给他打开电脑叭一看，就一下子进入你脑海里面，都是对各位写作上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是直接有效的帮助。这是经验所以像就是业务，我们同学如果说有很好的表达力，而且这个文字东西没有说水是属于水的，对，只要重新再变化一下，就是那些文字重新再变化一下，创造一下，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嘛。本来写文章也好，各种创作也好，都是不断的模仿在就像画画一样先有临摹，你们画一些水墨画，先临摹，然后再怎么样走到不断的透过学习，透过模仿，然后再创造属于自己的一个所谓的艺术或者是事情同样的，我想这个过程我想几乎是每个人都无法跳开，无法脱离这样一个继续过程。所以呢，让文学的梦分享讲师介绍，我们请高一6班5班2级，高一5班蔡伟军同学来为我们介绍林传奇老师。老师以及我们时尚成很的石头老师，还有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大家午安。午安。好，今天呢，我所要介绍的就是在我旁边这位英俊又潇洒的李展平老师。戏曲台湾队，生于斯，长于斯，这是台湾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知识之一。但是借由书本，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到台湾的文化史。但是呢，书本说到这个书本有笔者的灵犀，才能够明出书本的写意。所以说，没有创作者，哪来的人本好说？你们说对不对？好，现在大家放下你手边的工作。好，专心听现在呢，我所要介绍的这一位创作大师呢，他呢，在87年的时候，荣获首届台湾人文学奖。你表示幽默，对不对？好，接下来还有不止这样的，他在87年同年，也是第88那我的资料有点是，来大家稍微改一下，是88年稍微改一下 ，88年就荣获了报道文学第3名，联合报第21届联合报文学奖。OK。好，那我们现在这里最热情的掌声以及最动人的尖叫声，来欢迎我们这一位李展平老师。我就上一期年办蛋糕这些中秋啊，金刚灯是今天很高兴，我从中兴新村这边对吗？开车啊，然后到展览大里面跪下来而且我看到你们各个生龙活虎一个比一个节日你看用而且难得你对这个所谓文化文学的领域这么喜欢，这么的有兴趣所以今天老师教我所学的，我们这一生中比较重要的经验跟各位讲一讲
东西。我们今天谈太多无形理论啊，我记。
中校园，远处新建的图书馆大楼。